手啊，俾啲麻雀蟲咬，好痕，好難頂嘅啫。死就死啊！我嚟啦！使分享打啦！J 翻無添加激素雞件總代理9至8方呈現雀聖2自魔天后，星期日晚9點半82台 TVB Plus。貴隱田園做農夫養老，鄭州嘅特產桑葉茶，沖完咖啡可以點支持環保？其實咖啡真係可以咧做蚊香噶，蚊香，因為啲蚊唔中意聞咖啡味。WD-40萬能防鏽潤滑劑呈現傾家入宅，星期1、2、4、5晚82台 TVB Plus。中年好聲音4，團隊搶分戰，范子睿隊、鄭中湖隊率先對壘。覺得你頭先去溝女，你過嚟啦，你過嚟哥哥度啦，係有得爭嘅。形勢告急，兩位隊長可唔可以保住全員晉級？我覺得你唔係好適合 rap 嘅，你係好 risky 嘅話呢隻歌。香港何濟公止痛退結省呈現《中年好聲音4》，星期日晚8點翡翠台。北上揾食，淨係靠網路嘅點評，啲分真定假㗎？我哋走勻廣東省，事前冇預約，親身突擊探店，出動埋隱形鏡頭、網紅店、差評店，真面目全部現形。你問個感覺係咪同我一樣啊？好易話你嚟啊！你試下先啦。如果我哋唔喺渠隔離食嘅話，可能仲有 feel。喂，真唔得喎我。感受埋當地文化。今次真係有乜講乜，冇面俾㗎。試真啲，星期一晚10點半，翡翠台。好味，好味，好味。喺香港呢個美食勝地，處處都有好味。超過50位名廚向你推薦250間心水餐廳。準備好未？即刻下載，探索更多香港好味。想享受退休人生，最緊要有 plan， 提前了解各種選項，做足準備，迎接退而無憂嘅理想生活。匯豐保險呈現準備退休有乜計？星期3同星期582台 TVB Plus 分析最新樓市行情，睇勻全港各區筍盤同配套，解答大大小小嘅家居問題同法律疑難，全方位幫你打造最稱心嘅安樂窩。利嘉閣地產45週年新盤源特約扭計專家，星期5晚10點82台 TVB Plus。中東局勢唔明朗，資金流向偏好避險資產，全球股市沽壓增加。第二季嘅季度大比拼，兩位投資專家同 AI 挑戰者點樣為新一季作策略性選股呢？財經透視今晚11點半，翡翠台。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4月11號星期六，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39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607萬。由於兩期頭獎冇人中，同埋上期二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605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8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鑑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鳳盈仙館財務主任徐玉玲女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鳳盈仙館創立喺1929年嘅，位於粉嶺鐵路站旁，係一間道教宗教慈善機構。咁歷年嚟抱住弘道立德、濟世度人嘅信念，除咗致力喺展揚道教信仰同埋文化，亦都興辦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等公益事業。工作包括開辦幼稚園、長者鄰舍中心、中醫門診、流動中醫診療車等等，提供非牟利服務。並且同政府部門同埋公營機構係展開多方面嘅合作㗎。咁詳情請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6699186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39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
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4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4。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2。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0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0。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1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1。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7。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8。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1號、14號、17號、28號、40號、42號，而特別號碼係2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嘅。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趙振邦博士太平紳士同埋徐玉玲女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橫掂我都冇人約㗎啦，星期六返公司做嘢又有咩所謂喎？AI 動畫寫速求生101。雞蛋型嘅牛角酥夠晒新奇。呢個咧其實係叫 Eggy 包啊，呢個係烤得耐少少，所以就會硬身少少。但係其實你咬落去咧，你都咬到千層嘅感覺。開心果醬成寸厚嘅意大利包，你試過未？見唔見到啊？有好多開心果肉嘅粒粒啦，仲有一個開心果嘅吉士醬啦。其實你食落咧，佢係好絲滑嘅嗰種咯。美食新聞報導，星期1、2、4、5晚8點，82台 TVB Plus。TVB 成績爆升，盈利升，淨賺5900萬 ，EBITDA 3億6500萬，升幅近2成半。三大板塊齊升，電視廣告收入上升1成半，收視穩佔近80%市場份額，每星期觀眾高達490萬，數字廣告收入飆升超過2成，數字媒體月度活躍用戶超過1億8千萬。影片觀看量接近70億次，大灣區廣告競爭，收入增長3倍，翡翠台更高居大灣區收視第一。廣東省每月觀眾接近2500萬。TVB 唔只係電視咁簡單，已經發展成為多平台、多元化嘅媒體娛樂集團。TVB 新時代繼續聲勢凌厲。以下節目含有間接宣傳，